讲到新竹主题公园、米粉，还有一项在菜地发展好久的野产业，就是玻璃。新竹有规好的天然条件，就是有色砂同天然气，也两项生产玻璃为用到的原料。原产业主要生产灯盏、可可实验和甲医疗专用的玻璃、天球的叶豆。多样多年来係生產的高科技的產品面板、建築材料葉豆。呢冬天6年為辦一擺玻璃藝術節，今年係今日嘅設計元素，用共同 Light Driving 做主題來策展，希望俾一個都市和個產業創造新的可能。这次主题是在中间，就是 You didn't see it。在你现在在斜着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全貌。但如果因为它现在2个一组嘛，所以有一前一后。那在前面的这一块玻璃，你这样看的时候透过去，其实你就看不到那个 You didn't 的这个字。係看到也係看唔到，上下看到嘅也冇聽出係全貌。可能会因为一些错觉，或者是因为一些眼睛的误判，会有产生一些特殊的效果。那我们都希望用这些效果，可以呈现用玻璃的特性来去发现一些很不一样的效果。各種嘅細流線條，透過特定某種嘅玻璃，用某種嘅組合，表現出某種嘅效果。那像這種指紋玻璃，它是你從前面這個玻璃看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透射到後面這個幾何形。它本來後面是橫線，前面是直線所呈現的那種交錯的感覺。檢視鋪用某種嘅構圖來敘述，為咗相處上唔到嘅發現。水波的紋路的壓花玻璃，從這邊透過的時候，就是在你在驗光的時候，讓你肌肉瞬間放鬆的那個感覺。然後當你在側，對，稍微別過來，它其實又是清楚的。那玻璃最大的特色其實就是人類為了引光入視而發明的，所以它其實是跟光線有很大的結合。那其實人的身體上跟光線最大有關係的器官其實就是眼睛。那你會看到你自己。打破某種嘅宗旨老糊塗，看到某種嘅機會。朋友看到的時候，我們玩的是視覺暫留，所以當你盯着這個點，然後盯着這整個畫面看了很久之後，然後將眼神移到旁邊空白的地方，你就會直接得到它相反的顏色，所以黑色會變白色。我們其實就把眼睛的視網膜的水晶體跟玻璃做結合，所以我們其實用玻璃去呈現說，視覺可以呈現的一些特性，然後跟一些趣味性在裡面。新竹玻璃藝術節對1995年開始辦，今年挑出8個設計元素。那我們希望透過設計的能量，然後可以跟藝術跟當地的工藝去做一個結合，然後把這個展覽當成是一個驅動文化的引擎，然後讓玻璃這個產業在這裡不只是一個工業的表現，或不只是一個老的工藝的傳承，而是擁有一些新的能量跟活力。講到玻璃與動靜嘅關係，兩擺主題係構圖，除了展現玻璃構造構圖嘅獎，也希望來帶動商時變到很難入法的。它會產生像折射啊、反射、繞射、映照這一種多角度、多曲線的光影姿態。你一定要有光，可以看到玻璃的美麗。那光也是驅動城市的一個意象。除了工染、米粉、玻璃也係新竹歷史悠久嘅產業。1925年挑一件玻璃廠喺新竹設立過後，到今至今為幫業研究。因為早期我們交通不方便的時候，剛好我們玻璃主要的原料是細沙，在新竹的周遭，剛好在北埔跟尖山這個地帶，有這個出產這個礦砂，就剛好在苗栗跟新竹這一段，早期有這個天然瓦斯。要生產玻璃為用到嘅兩項安全到嘅天然條件，所以新竹玻璃產業就會安發展。其實，在民國40、50年就已經慢慢的在茁壯了在60、70年的時候，應該是最興盛的時代。像在民國60幾年的時候，
其实这个新竹地区有溶解炉的工厂，那时候最鼎盛的时候就有29家，但是到目前我们这边只剩下5家而已。子刘讲，30年前，新竹市是玻璃家提上入8户土地改造玻璃推广。民国86年，居回故重在这里，还有环保等问题，玻璃产业天天的问题，佢就是系几唔能了解，可能用板来生存下去。我们现在是用的是电熔炉，相对的，这对环保来讲，它是一个无公害的一个友善的环境。我们用那个回收的玻璃，其实它可以减少原料，减少至少有1/3的那个燃料费用。新竹了件玻璃厂今年回收量太入10万吨，卡喺台湾回收玻璃嘅市场安度，系台湾最大嘅玻璃回收厂，还老了到挑剔嘅玻璃做出新东西。我们中小企业其实我们生存的管道都是量少多样化，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为什么说要到这边做？其实它有时候量没有那么大，你说去自动化生产线。其实他没有大量的单，他们绝对不接的。上周新竹玻璃工廠单单係生產以燃料攝入時為用到嘅玻璃器材，第一下工業唔好嚟，做第一張入嘅動辛苦，冇後生意冇重接，工廠度單單都係做嚟30-40年嘅老人股，創新係大問題。下個兩條那些世界資料攝入玻璃器材，第實嘅是看來其實都有感情。点滴一滴一滴一滴慢慢滴，然后那个透过那个透明的玻璃，就是那些折射，其实从小可能就是常常看，而且那些药不同的颜色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其实那个感觉还蛮迷人的啦。台中都市行建設建天，佢嘅阿爸阿姑都係知識，佢從細看慣嚟，自然都嘅講咗兩道。第二把係佢嘅作品，出入會帶嘅玻璃來做主題。2個意思，一個是醫院本來就是療癒，就是醫療器材，該不用該藥啊，那個打針的啊，這個是療癒你身體的病痛。啊，另外一個，你看看玻璃哈，安尼。透明的、晶莹剔透，其實係很讓心靈療癒啦。玻璃嘅性質同問題，就會講為用嚟觀察同理片。昆蟲學家，他們要採集那個昆蟲，他們會用這個玻璃器皿去採集，然後呢，把它做成標本，然後放在這個玻璃罩裡面，你可以去觀察。對之後科學到最尾，只見天老兩條玻璃器材表現生發，變做假幣杯，成pan了兩條兒童用品。科學家觀察，昆蟲學家觀察，醫院也要觀察。可是放在生活裡面，其實我們也要觀察。放在生活裡面，就是在品味生活啊。其實玻璃要進入生活，其實會需要很多不同領域的人一起來讓它發光。那所以其實在這展覽裡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出發點的觀點，但是最後都圍繞在玻璃這個物質上面。覺得這邊的東西其實都還蠻簡單的，可是因為它有它的故事，所以讓東西變得很精彩。這個東西被人賦予了生命，所以其實東西都會變得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它不是一個玻璃而已。唔單淨係藝術玻璃、工業玻璃，係做得到生活當入權界。第一班藝術節前類建築師、設計師、土人兩條機，攞齊啲嘅玻璃產業入閘強下來參加。尤其指導展出，聽人從本田內行，讓我能力嘅就被嚇到。我們把一個在民間最容易看到的東西，然後運用設計裝置的方式放大，那脫離它日常人們對它的觀看方式。兩條酒杯都係柴鐵玻璃廠用回收咗呢個玻璃做出來嘅，這個容量就143模，這個模酒體內到6杯。中日戰爭的時候，因為物資貧乏但是有一些辛苦的工作者他們有時候為了要慶祝物資的貧乏，他們沒辦法暢飲只能說
一瓶啤酒刚好倒出来，刚好是那个6个杯子，连泡沫刚好是6个杯子，只能说一杯来够饮一下而已。那它非常的坚毅，象征台湾的一个精神，因为我们要干杯，我们需要很豪迈的撞击，但是这样子的玻璃杯并不会破，那其实从一个器物本身就可以看到，拥有这个器物的风土，它背后的文化是什么。田内行總用嚟330間至49倍，佢係推翻印度做嘅記憶。因为可能是主题是光吧，所以进来就是对地上的东西特别的有感觉，就是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摆出它本来有的美感，那些很普通，然后平时经常看到的东西变得超美的。另外，喺6月43號嚟做基本單位，發展出來喺那度新中心單位中期，就286畝嘅盤環，到429畝嘅背額。我們希望把這個東西壓扁，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它去保留某些早期的做法，還有斜度。貢丸竟然有20間在賣貢丸，米粉有17間，然後再來是肉圓有15間。我跟店家要了很多他們原本的 logo。去貼在上面，表示他們很支持這個，很響應這個計劃。為到老菜體連結，喺當起到上風苗後調查，希望設計出嘅新竹戲，那擺為咗機會，那來做新竹嘅事物。有人挑戰他們想要用玻璃這件事情，因為他們現在用玻璃，他們就會很緊張，說啊會裂掉，然後會有那個裂痕。我是做器物的。那器物就會直接跟裡面裝什麼有關係。那裡面裝什麼，最主要的關鍵，小吃的聚集地，第一個就會想到城隍廟。對，就是像那個上面的這樣。新竹杜上風廟入270兩嘅研究，然後看到嘅都係上面嘅身份，設計師希望老支持三進身，傳到很多方面去。那它乘以2的時候變這個容量，它可以變成碗，可以裝滷肉飯。裝爆丸，那如果它乘以3，變成是一般現在目前大家所喝的只有奶茶的杯子，它的視覺感是更完整，而不是只是說隨便找一個餐具拿來裝新的名菜，有點可惜。它玻璃上都會有寫字，對，那我一直覺得說那種，我一直覺得那樣的那個顏色其實很熟悉。ราชาช่างฟ้องเมียวในเดจพิงหันฉางเลยช่องที่งานอยู่ยุ่งเหยิงฝากกับเขากาหิน做出เมียวตัวกันเงี้ยสุดเลย重做。我每次到庙里面啊，都常常会看到，就是庙里面的玻璃上面，有些玻璃上面它会有一些以前的玻璃上面的烤花的方式，所以它会把一些字烤上去，金色的字啊，红色的字。幼苗建築可能都當到傳統文化嘅東西，好家獻落去用到玻璃後，為研究冇用咗嘅想象。雲紋跟符文，就是說我覺得在就是比較民間或是宮廟會常常會出現的。我等於是去轉移一個最小的地方，可是這個小的地方，從城隍廟到整個台灣的民間宮廟都會存在。對，那我想從這樣的小地方開始去慢慢去把它轉移成現代。豐富嘅財田文化為玻璃嘅東推設嘅加nhiều融合，設在煙風繞辦公，看名片係一種最將演出呢嘅身份嘅方式。佢都也幾微笑，玻璃就在那裡做新竹嘅名片模。我們希望在地的物產傳統跟文化，就像是一張名片一樣，把它遞出去。那既然是要遞出這個名片，那對於玻璃的這個形象跟形狀就要清楚。那第二個就是玻璃除了拿來裝水，它有沒有機會來盛裝文化？新竹玻璃產業是有豐富嘅工藝，也是強強文物體。希望經過設計，重新攞成發連結起來，看看發展出很多乜嘅東西，來為新竹加入新嘅能量。